OK Google 操作了。按麦克风，请开启 Flickr。以下是来自 Microsoft 萨波特的。OK Google， 请开启 Flickr。下面是雅虎提供的解答。请开启 Flickr。如要启用、关闭或变更 OK Google 设定，请清楚下方的 Google 助理设定。没有办法。如果需要逐步操作说明，请清楚更多资讯。我没有办法。我要录音也可以哦，好厉害啊！音设定，打开 IG 啊，打开闹钟啊，设定可以，也可以帮手。优秀。请开启 Flickr。如果想开启、关闭或变更 OK Google 相关设定，请清楚下方的 Google 助理设定。如需，请开启 Flickr。经常累啊，所以拼啊，拼啊是种 APP 啊，那旅游日本的也可以用，你看它这么好用哦，拼啊，真的有吗 ？OK Google， 请导航到文化中心，西宁市立文化中心。问哪里啊？Where are you going？ 要问哪里啊？好棒哦！拼啊！旅游日本也可以用哦。西宁文化中心，从西宁怎么到那个巴老爷巴翁村呢？乳牛的家。要往西南边呢，往太子宫，然后往那个就柳营那个桥，往柳营那个桥，然后再往那个柳营巴翁村，就到职场抓抢了，职场抓抢职场。那个桥往柳营双营桥去，有看到吗？双营桥，双营那是西宁柳营啊，柳营外环道啊，双营桥。那一段叫做什么？长荣路五段还是几段呢？柳营外环道，那叫做长荣路5段还是几段呢？走，然后再往巴翁村，巴翁村在旧部里的南边呢。巴老围车站，你看，巴老围车站乳牛的家，成田牧场。有波海牧场。往火烧猪就是那个贺建里下营的火烧猪。柳营的叫做火烧店，以前台湾名作家吴敬怀先生的家乡柳营的火烧店，现在叫仁和村了，好像是仁和为贵的仁和，仁和村。你看中庄的红毛臭16架，有叫做红架的原来要按一下。小熊尼亚彩绘村，中油毛港尾，农历9月19有那个观音寺毛港尾观音寺毛港尾观音寺有活动呢，也有请那个一贯术士，道清一贯术士去看那个
推广素食，能够办素的真好。素的这些素食料理也做得很好吃哎。吃素，环保救地球，不跟那个众生造结恶缘，不然吃人家半斤还8两哦。有吃要有还呢，不然要赶快修行，功德回向。回向七世父母，回向七世的师长，回向冤亲债主呢，要回向自己本人呢，要有做功德了，读经有功德了，有功德的事啊，铸建道场啊，树印善书啊，救济啊等等。最好是见性是公，平等是德，修内在心性啊。见性是公，平等是德。你看小熊，你也为小熊维尼彩绘村，左边科了，鹅了。看下营的哦，上帝庙啊。下营上帝庙在哪里？东方牧场。你还上底啊公庙呢？要收起来看呢。盐水龙纪念。下营国小哦，下营国小北边哦，你看到下营国小北边。下营区北极店，下营区北极店，上帝庙。玄天上帝庙。奇怪，有的按下去会有图案，有的按下去怎么没有图案呢？像这个就有图案了，你看，盐水龙。哦，要进步啊！哦，有这个安全的提示。哦，10月27号要办那个马拉松比赛呢，那是柳营八峰村附近呢。因为那个下营2建就是火烧猪新拓宽的往北边啊，新拓宽的道路呢，那都要用呢。柳营八峰村靠近堤网那边的道路呢，那个马拉松比赛都要用到那个道路呢。MAP 是地图啊。你看往西南边呢，看到往西南边呢。小熊维尼彩绘村在下营，新营到下营，你看，那看 AR 模式，AR 模式你看，哦，实际的哦，可能是实际的地图。那个叫拼啊哈，有在广告宣传的拼啊，哦，导览的手机程式 APP